聯邦政府宣布提高資本增值稅嘅措施將延遲至明年嘅1月1號執行。梅志輝報導。聯邦政府宣布將備受爭議嘅資本增值稅新措施實施時間從今年6月25日押後至2026年1月1日，並表示將會維持及加強現有嘅豁免條件，希望為投資者創造新嘅激勵改革。喺去年嘅財政預算中，提出將資本增值收入應徵稅比例由50%提高至66.7%。雖然措施將資本增值稅嘅門檻定咗喺25萬元，而自住房屋出售可以得到豁免，但措施對商界影響範圍廣泛，亦都因此而引起不同行業，包括咗農業、醫生及多個專業界別嘅反對，認為除咗影響個人財產之外，亦都會影響本國經濟發展。儘管資本增值稅新措施冇喺國會休會之前通過，本月初加拿大稅局仍然表示會繼續執行該措施。依家政府宣布延期執行，可以消除咗個人同埋企業嘅困惑。